102005净零排放，但台湾冇推出讲2030年咱要减碳减排24%这个目标。今年2月时，咱已经为实施气候变迁因应法，加做要达成这个目标重要的指标。减碳是需要透过多元的方式来实施，所以昨昏环境部阁推出2个主法，要来规定事业碳排点换，也阁交易的规则。 走向2050年净零碳排气候变迁署拜示的时，公布第4、第5项减碳主法，内容包括事业会当透过种树啊这款通移除碳，也是使用再生能源这款减少碳的手段，家己减碳得到碳权。 若是有其他事业因为高碳排需要碳权小赌，就通向这寡事业买，也是透过其他民间减碳来源抵换。你每淘汰一辆老旧机车为电动机车，会有2.3公吨的减碳效益。那像现在竹科的话，就去以一辆摩托车的汰换，它出资1500块来作为这个鼓励奖励民众。那民众就等于把这个2.3公吨的减碳效益呢，就卖给这个出资的这个环评的这个开发 单位气候变迁因应法规定，若事业减排措施达成标准，就通有碳费的汇率优惠。即阵主法阁规定，有超过减排标准的部分，阁通成做碳排抵换的来源。不过，环保团体批评，这是政府咧对企业开后尾门。其实是违反那个碳定价制度里面，不管是污染者付费，或者是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这一个精神，又有这个优惠费率，可以让大家拿到更便宜的台碳的价格。那后面还可以把 多减的量拿来做拍卖，我们觉得这都不是一个真的符合这个碳定价的这一个精神。未来它就是一定要提这个自主减量计划，那才有机会适用优惠费率哦。那另外我们也是期望说，再给他一个诱因，就是如果他原先预定的目标，他又减得超过的话， 那么这个多减的这个量，可以来作为这个增量抵换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台湾整体减碳的效果到底会当做到什么程度，要是爱看落尾碳费相关的做法安怎定，才通看出整体效果。环境部估计今年底就会推出相关的法条，2024年台湾就会进入碳排有价的时代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